校長、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午安！歡迎大家收睇不循快訊，我係小主持二支班連太一。我係小主持四 B 班蔡永瑤。今日由我哋兩位小主持為各位同學舉行本學年第4次不循快訊，好高興同大家見面啊！永瑤，不知不覺間已經到咗3月份，你仲記得上學期有啲好特別嘅活動啊？上學期舉行咗好多活動，不過我最印象深刻嘅活動係捉蛋。原來你最中意嘅係捉蛋。係啊，我記得捉蛋當日有好多活動。咁不如我哋而家欣賞當日嘅花絮短片去片。佢哋就好開心，又同瑪利亞講完，哇，真㗎，呢個就係耶穌啦！當日大家都樂在其中。而
而家讓我為大家預告3月至4月將舉辦嘅活動。3月19至24號，小1至小5下學期測驗及小6部分試。3月27號復活節崇拜。3月30號至到去4月2號，小6境外交流活動。4月1號至到去4月11號，復活節假期。今期北秦快訊就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